Hi Esther， Hello Ricky，你唔係帶我去活力環島長廊郊遊咩？點解我哋嚟咗高岸板道嘅？其實咧東岸板道咧都係活力環島長廊嘅其中一段嚟嘅。最近咧呢度有個展覽啊，佢咧介紹咗長廊嘅分段啦，同埋佢各樣嘅特色添。我其實係推薦你咧喺長假期嘅時候唔使坐飛機都可以環島遊嘅。其實長廊咧好適合你帶埋一家大細啊，同埋朋友一齊去玩嘅喎。為咗連接港島北岸海濱長廊同埋南區多條現有海濱同郊野步行徑，2022年施政報告就宣布喺港島建造全長約60公里嘅活力環島長廊。現時我哋已經駁通咗80%，而目標係喺2027年年底前駁通90%。而最近已駁通路段包括東岸板道西段，介乎大潭篤水壩至港島徑第7段嘅步行徑、沙灣步行徑同加多近街海濱長廊。今年起，我哋會陸續駁通東岸板道東段、南灣沙灘至舂坎角配水庫嘅行山徑、鶴咀道至石澳沙灘嘅行山徑等等。近年我哋致力落實無處不旅遊理念。我哋同土木工程拓展署除咗駁通唔同路徑，將城市景觀同埋大自然景色聯繫起嚟，亦都優化現有嘅步行徑，等市民同旅客可以環島步行，欣賞沿途嘅美景，亦都可以了解香港嘅歷史同埋文化，締造宜居城市，亦都推動綠色旅遊發展。好介紹喎，等我都趁假期去行下先。喂，Hello， Hello， 嚟咗好耐啦？唔係啊，啱啱到咋。都話時話喎，今日約我哋嚟呢度有咩特別㗎？呢度係啊，上一次我睇完個展覽咧，覺得環島長廊真係好值得遊覽㗎。為咗俾唔同年齡同唔同興趣嘅人士都可以喺長廊上邊揾到各自嘅樂趣，長廊設有5段主題路徑，每段各有特色，提供唔同類型嘅消閒玩樂好去處。而我哋而家身處呢度咧就係淺水灣泳灘。咁呢段路徑咧屬於晴沙徑，佢有好多好靚嘅沙灘，大家可以聽住海浪聲，享受海風喺沙灘上面漫步。其他嘅路徑仲包括有漁兒徑，可以認識到漁民生活同埋見到漁船嘅景象。直霞徑位於港島嘅西邊，係享受日落最佳嘅地方。維港徑大家都可以體驗到動靜皆宜嘅多元化海濱空間。綠遊徑會帶大家穿越茂盛嘅樹林，可以感受到大自然壯麗同埋寧靜嘅景色。咁你又知唔知長廊有咩設計概念呢？梗係知啦，佢嘅整體設計圍繞住3個主要概念，包括以人為本、社區共融、歷史文化及香港特色，同埋發展與保育。Hello， 點啊？今朝去咗邊啊？我哋今朝去咗淺水灣同埋赤柱啊。咁其實欣賞完咁靚嘅環島長廊景色之餘咧，其實市民都好關心我哋啲工程師點樣保留大自然嘅景色噶喎。冇錯啊！我哋其實真係好關注㗎。我哋喺規劃同設計長廊嘅時候，同唔同嘅政府部門、行山組織同環保團體一齊交流意見同協作，積極考慮喺合適嘅路段用手作步道嘅形式去起山徑。咦，其實咩係手作步道啊？手作步道即係淨係用人手，唔用機器，因地制宜，就地取材，採用現場天然物料，例如石頭同木材嚟去起行山徑。一直以嚟，手作步道多數都係用喺郊野公園範圍內嘅。但係喺規劃長廊嘅時候，我哋留意到某一啲行山徑沿途有合適嘅大石，個環境好天然，所以我哋盡量採用手作步道嚟興建。好似南灣泳灘去到舂坎角配水庫嘅行山徑，正正就係全港第一條喺郊野公園範圍外採用手作步道方式去起嘅行山徑，減少對自然環境同生態造成嘅影響，保護現有天然地貌同景觀。今年3月，我哋仲舉辦咗手作步道工作坊，等市民可以親手砌每一級石級，唔單止增強公眾對保護自然環境嘅意識，仲可以推廣生態保育同埋可持續發展嘅理念。頭先講到長廊要有連貫性，為咗盡快駁通同埋改善現有部分路段嘅環境，我哋土木工程拓展處其實早喺2023年底就已經分階段推展工程，包括喺域多利道近摩星嶺一段行人路進行樹木美化工程，同埋興建大潭篤水壩底嘅步行徑連接去到石澳。我哋沿途仲安裝咗特別設計嘅指示牌，除咗指示方向之外，仲採用咗 AR 技術，市民只要掃描環島長廊項目標誌，就可以瀏覽長廊網頁，入面有路線建議功能同埋最新資訊，為大家提供特色景點簡介同交通資訊。
市民同遊客可以按自己嘅喜好選擇一條合適自己嘅路線去遊覽。另外，我哋亦都增設咗方便打卡嘅裝置，切合遊人嘅需要。除咗博通9成路段之外，我哋仲會繼續同唔同嘅部門同埋相關持份者協作，探討落實博通餘下嘅路段，包括連接南朗山同苗中徑、連接香港仔海濱至到深灣碼頭徑，以及連接杏花村至到筲箕灣嘅步行徑，有序咁樣推展唔同路段嘅工程，期望喺2031年年底大致完成。隨住長廊項目嘅推展，我哋展開咗一系列宣傳同埋公眾參與活動，期望將市民嘅建議融入項目嘅規劃同埋設計當中，提升大家對項目嘅認同感同埋歸屬感。我哋亦都會同旅遊事務處緊密合作，探討點樣向旅客推廣長廊同埋周圍嘅景點。環島長廊唔單止連接城市空間，更加係社區同自然互動嘅重要橋梁。無論喺山徑、海濱定係市區，香港都有無數值得探索嘅美景同故事等待你去發現。期待喺下一次活動或者喺長廊上面能夠同你哋環島在一起，捕捉香港美。喂，等埋我！ 1、2、3， 耶！